班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，国情招你研究一个对句、顶句对下句。我先讲顶句，讲两市西东，头向北，雁飞南来。哇，这听起来敢若真有学问呢。国情啊，这像写，我嘛唔知，唔知你也摕来咧讲。煞唔知，我常常伫外台咧看布袋戏，无共团的团主拢有讲即个口碑。哦，拢是男主角算小生啦，压出来。啊，上京考到主考官就要甲考，讲来已经来到遮殿试啊，皇帝亲身踮遮伫咧看，看讲你熬答甲含慢答。我讲一个典故，互你答。讲两市西东，头向北，雁飞南来，这有学问哦。两市解说白话就是实讲，实讲若天开有影，正手边比西边，倒手边比东边，安尼有影讲。一个比西，一个比东，啊头壳咧，迄只雁的头壳飞对北，原来就是伊按南边飞来，安尼叫做头向北，雁飞南来。这内底学问真济呢，有讲到西，有讲到东，有讲到北，有讲到南，各有主角。顶句的主角是讲这只雁，这只鸟只。当然啦，那鸟只同款都要对动物的。书生男主角一定会晓答的嘛。伊讲主考官，你听我讲，下句伊要安怎样答？来。国情啊，甲你说明，下句我则角分左右，尾调下，两游上天。哇，你认真来甲体会。头拄啊，咱咧讲雁是顾天开，比东边比西边，正手边甲倒手边无共，天开拄啊，一边西一边东，两个角原来共款，倒手边一个角，正手边一个角，安尼叫做角分左右。啊，龙若要飞悬的时阵，尾溜一定压低，所以尾调下，两游上天。迄尾龙要称悬。两游上天，尾溜比对下骹去，拄啊甲雁共款。迄雁迄只鸟啊，头若向北的时阵，伊要飞对北边，一定是按南边飞来，安尼叫做雁飞南来。顶句有西有东，有北有南。下句你斟酌甲看，有左有右，有下有上，安尼有影有学问。雁佮对龙，国情安尼讲，这叫做民间文学。这找无作者，唔知影啥物人编呢？一团过一团，我看真侪布袋戏的团主，拢用这个对答提出来讲，原来要表达啥？表达讲，这个团主唔但口碑会讲，你看我的戏，佫会当学到汉文，会当学到知识，会当学到布袋戏内底台语诗文对句、艺术甲趣味的所在。